以前嚟到機場想食啲嘢呢都好貴，但係貴得嚟呢又未必一定好食喎，又未必一定啱你食喎。食個麥當勞餐都貴過外邊。而家就唔同咗啦，響返到嚟香港接機大樓呢度呢，你出咗站，轉去左手邊呢，有埋唐記。佢唐記啲飯都幾好食㗎，嗰啲米都幾靚，價錢又唔會好貴。咁就有其他嘢食嘅，你可以睇。不過我就中意食唐記。呢度呢就係食好似啲韓國嘢咁樣。但係唐記呢就經濟好多啦。一個糯米飯都係30蚊。呢間呢都有飯食，有餃子。不過我都係中意食唐記啲飯，去唐記買飯食。唐記啲飯33蚊，自己再買嘢飲。